就是全联甲美廉社，所以要来关心防流感疫情，上界重要就是要注意大团的高峰期。台大公卫学院最新的研究发觉讲，规台湾头一个会当讲是上界准来预测流感模式高峰期，关键就是温度，也有休假休几工。假使若是顶礼拜温度较低，休假休愈侪工，安尼急诊和感冒的人就会变较侪。疾管署顶礼拜监测的资料看到讲，流感疫情继续冲悬，东镜头病例有62例，会当讲是今年入冬以来一礼拜来上界侪记录。提醒民众第三阶段公费流感预防针，为今仔日元旦开始会当做符合资格，尽量较紧做，安尼较会当较安心。毛毛根地膜啊，看你mê实在真寒。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顶礼拜问急诊类流感就诊的人数已经有要11万人啊，比前一礼拜加8.1%。重症的病例更加有62个例，嘛创下今年寒天到冬一礼拜来上悬的纪录。大概社区当中80%是 H1N1 的 A 型流感，有一些社区的医师有发现B 型流感快筛阳性的情形也有增加一点点。为了做好防疫，台大公卫学院专家开发新的全台湾第一个会当预测流感疫情的高峰模式出来。研究团队分析为2007年到2016年的资料，像讲伫2016年正月初7，北部观测站测到的上低温干那3度到4度，过一礼拜的类流感急诊上诊的病例，就增加到27%。为放年假的时间来看，2016年春节9天的年假，伫迄礼拜类流感急诊就诊的病例，嘛拢是有关系。以往就是不放进低温跟当周放假天数的话，预测的解释力只有65%。可是当我们放进了前一周的低温跟当周放假天数之后，这样子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解释力可以达到85%。若是用这套预测模式，就会当看到刷落来流感疫情上严重的时间点，伊个会伫个新正年。不过也是爱看前一礼拜是毋是有寒流低温出现，靠温度还有放假时间的长短来当作警示，有符合自公费流感疫苗资格的民众，嘛爱把握元旦开始第三波开放互人住的时间，建议赶紧去做，提早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